头先咱要做回来关心的，就是新竹的竹北有一间幼儿园附设的托婴中心，发生囡仔渡水死亡的意外。这是一个坐盘的囡仔，伊跋落去生态池的时阵，煞无老师发现，落尾送去到病院，已经救袂回来。即马新竹县府是组一个专案小组，当咧理清责任。 幼稚园的生态池边啊，已经扣封锁线，要调查囡仔到底是安怎跋入去水池内底。这个月初八，新竹一间强调生态自然幼稚园附设托婴中心发生一个1岁半的囡仔无细里渡水的意外。当时老师带囡仔去户外，有一个1岁半的囡仔囝意外跋入去大约20公分深的生态池，经过紧急送医，尾啊不幸过身。对于孩子的离去与家长的伤痛，我们感到万分的愧疚与自责。 未能做彻底守护孩子的安全，我们责无旁贷。我们愿意诚实面对，依法承担一切的责任。根据了解，当天是幼稚园老师带9个学生囡仔去水池边啊进行活动，囡仔那亲像是无细里对水池啊边的空芳爬落去，因为老师第一时间无发现，等囡仔救起来时阵已经无喘气。另外，我们也立即至托婴中心的现场查扣监视器的画面。 目前，县府已经组成了专家调查小组，进场协助进行场地的勘查跟人员的访谈，希望可以尽速厘清本案发生的原因。新竹县社会处指出，目前县府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，针对是人员的疏失，也是管理上的问题，会依照调查结果对幼稚园做处分。幼稚园负责人甲照顾细汉囡仔的老师，爱负起什么款的相关责任，甲等待司法调查厘清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